来关心今年双十宴会会伫婚林举办，也毋过最近就有人伫面册顶头看到讲，敢若有人要找这宴会活动东港的工作人员，也毋过向警方确认了后，确定这是假消息。所以即马这篇文章已经提掉啊，嘛呼吁民众毋通乌白乱传，才袂去害人去骗去。发现这个讯息之后，第一时间也通报了云林县警察局。那警察局这边也经过了解，还有跟我们业务单位联系之后，证实没有这样要招募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警察局已经要求这个文章下架，那也同时在追查就是讯息的发布者。婚姻县政府是表示，最近伫地方的面册社团顶悬有人在打讲要找双十宴会东港的工作人员，嘛要爱讲要找160个人，而且佫讲1点钟的薪水超过300块以上，所以开始就有人在问。也毋过警方嘛发现讲这是诈骗，面册社团嘛已经赶紧配合警方，把这个资讯提掉啊。即马当地追查大门的来源，要找这个假消息的来源是啥？